书籍，书籍，但是还有书籍。那个音乐能给我吗？书籍从一诞生，便开始了它的奇幻之旅。从一个书房到另一个书房，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辗转流徙。这句可能得稍微连着一点。朱越，豆瓣秃顶会会长，小说家。尽管现实常常让朱越充满沮丧，精神恍惚。五光十色的绘本世界，在纸上建筑起一个个王国。别开生面的阅读指南。童年的成长环境，满足了吴雅慧对书籍的渴求。这里是他与未知世界连接的一种途径。但他从未想过，在这堆散发着油墨和美味的泛黄纸页中，竟然潜藏着宝贝。2003年，吴雅慧从父亲手中接任，成为了旧香居的第2代掌舵人。第2代掌舵人，不用武林盟主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铁板的赞美一下。好的。铁板不就是很扁？国家级古今不知就他主持并直接参与了什么？哎呀，怎么过不去了？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歌。由我配音的读书类纪录片，但是还有书籍，将于12月11日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。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段奇幻漂流。